咱拢念拢无离开这个世界的花花的色彩，因此我就重视。我一定是自私的，我一定是自利的，我一定是自我的，所以因此我在做重视。所以心灵是因果经济命的主人，心灵好到歹，心灵的差别，互我的命运，是我命运的主人。今日有幸福，幸福按对来，按我的心灵来。我起无好的业，会招这个福来，招这个福来。我起一个好的善业，就有福来。那我一念天是天堂，一念恶天啊是地狱。那这个幸福之中，吉祥之来。咱人的吉祥幸福是按对来，按咱人的心念来。咱起无好的业，起好的业，上天拢知影，拢感受会到，拢感应会到。所以吉祥幸福好到歹，拢和我的心念有关的，拢和我的心念有关的，和我的心念有关的。我认当要心要动，要上天堂，要上地狱，和我的心